你覺得自己需要錢，但你真係鍾意錢咩？點解有啲人賺錢輕而易舉，而你卻總係覺得金錢唔夠用？問題可能出喺你嘅潛意識裏。想暴富就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玄學研究所，我係研究員 Krista。今集西方玄學解密，我哋會進一步探討潛意識對吸引力法則嘅影響。你嘅潛意識點樣決定你能夠擁有幾多財富？一、潛意識點樣影響金錢流動？好多人會話我需要錢，但係潛意識入面卻對金錢有負面感受，比如覺得錢係污糟㗎，賺錢好辛苦，甚至我唔配擁有財富。呢啲隱藏嘅諗法會好似磁鐵一樣，把金錢推離你。就好似我嘅一位客戶，佢係會計師，創業之後卻總係賺唔到錢。後來我哋發現佢潛意識中對金錢毫無感覺，甚至冷漠。點解呢？而童年如何塑造你嘅金錢觀？原來佢嘅父親從細對物質非常吝嗇，比如佢考試滿分，想要鍾意嘅糖果作為獎勵，父親卻話考試滿分呢個係應該嘅，唔值得獎勵。呢啲小事看似唔重要，卻喺潛意識中種下一個信念：我唔值得擁有。長大之後，佢內在潛意識對金錢嘅態度就會變得冷淡，就算頭腦有幾渴望金錢，財富亦唔願靠近，唔同頻，自然唔會吸引過嚟。三、點樣改變潛意識吸引財富？如果你總覺得錢唔夠用，而家就可以做一件事，靜落嚟問下自己，你對金錢嘅第一感覺係乜嘢？興奮、壓力定係恐懼？一、覺察記錄你諗到錢時嘅情緒。二、清理用冥想或者正念釋放負面信念。三、重塑每日對自己講：我值得擁有財富，金錢會輕鬆流向我。或者最直接嘅方法，揾一位身心靈療癒導師幫助你嘅潛意識重塑對金錢嘅態度。你嘅潛意識先至係財富嘅開關，從今日開始清理嗰啲阻礙金錢嘅負面印記吧。如果你真心想同金錢做朋友，留言話俾我聽，等我幫你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下次見。